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5場賽事國際級賽1000米浪琴標香港短途錦標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有型格粉紅眼就好快搶出嚟啊！出邊位置仲有呢隻緩衝之計，中間呢就係天狗紅帽嘅，拍住佢仲有黃衫黃帽幸福指數啊！最出嘅位置呢，咁啊先見到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巴拉多啊，內欄嗰邊啊仲有呢隻拜倫分著啊，再後邊就真誠少女啦，卓力之城就黃衫啦，後啲嘅馬仲有呢隻獨掌全權啦，咁啊哥爾達啊，旗幟鮮明啊，尾3嘅位置醒目波幅，尾2呢就金滿載包咗落尾瑞草長龍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！前面帶頭嘅馬呢，有呢隻就係有型格㗎，跟住第二位緩衝之計啊，外邊第3位嘅馬呢，仲有呢隻巴拉多，中間幸福指數啊，黃衫黃帽啊，內欄紅帽白衫，仲有天狗啊，揈出去追，卓力之城擁埋隻獨掌全權出去，埋邊等位仲有拜倫分著，入到最後300米，前面呢就係呢隻有型格貼欄，中間幸福指數追緊上嚟，中間黑衫仲有呢隻呢就真誠少女，再後邊呢仲有拜倫分著啊，外邊隻金滿載嗰啲馬，最後100米。內欄有型格騎落去，仲有啊！中間得一隻追佢，就係幸福指數，兩隻馬鬥緊，有型格依然嚟，知唔知？捧走呢個香港短途錦標啊！就係呢隻有型格啊！第2名幸福指數啊！真誠少女應該係跑過第3啊！咁啊，結果呢隻有型格擺咗喺前面走，咁啊而後邊嘅對手呢，都一路追得佢相當貼㗎，由頭帶到尾就係有型格擺咗喺前面放頭，粉紅眼罩，中間黃衫黃帽呢，就係呢隻幸福指數。鬥落呢就係一隻馬追佢嘅啫，外邊進佔第3位呢就係呢隻真誠少女，拜倫分著跑第4。我哋香港嘅代表贏翻香港短途錦標啦，一對上嚟接棒嘅馬，包 Q 有型格幸福指數，真誠少女第3，拜倫分著啊只係能夠跑翻個第4嘅啫。1分8秒57嘅時間啊！呢次冇快馬，可以自己一隻馬喺前面帶翻頭啦，都快㗎步速，一路頂住隻幸福指數。幸福指數畢竟係北半球3歲，雖然就嚟轉4歲，但係數字上面真係未有啊嚇。結果就爭緊啲，追唔到。真誠少女果然係日本馬入邊最好嗰隻啦，都捱翻個第3。再睇下潘頓啦，有條泥挨住呢隻馬又跑得零舍醒啊！係一路力佢來犯，韋達都一路咬住你唔放㗎啦，又係。好啦，咪睇下巡邏影片啦。起步都幾齊㗎，咁啊見到前面走嘅就係有型格啦，都好刻意要搶嘅咧。隔離嗰隻就緩衝之計嚟嘅，咁啊兩隻都快㗎。然之後開邊嘅巴拉多今日就好似跟得翻住咯喎，咁啊始終冇話嗰啲松山堡啊嗰啲頂得你咁緊要咧，咁啊扯得太快佢跟唔住啫。今日可以跟翻喺前邊嘅位置啦。然之後入邊嘅天狗，中間幸福指數啊，後啲拜倫分著真誠少女，咁啊再數後啲咧，咁啊。先至見到啲卓力之城啊、獨掌全權啊、旗幟鮮明啊，跟住就係哥爾達，然之後尾3開邊金滿再聰明醒目波伏喺個尾2包咗落尾係瑞草長龍嚟嘅。金滿再翻嚟都追得幾接近喎，翻嚟攞個第5。其餘睇下有冇邊啲天狗。天狗其實佢真係有個眼罩跑落去係唔夠佢冇眼罩咁好。呢個冇辦法，但係而家又冇個眼罩，跟住跟都跟唔住喎。係咪另外失望啊？梗係卓力之城啦，都係唔得啊！即係呢個模樣要記住先，翻去再睇過。好，金滿再出邊又唔錯啦，醒目波幅都攞翻啲獎金嘅。醒目波幅第6、6、7之間啦。冇錯。咁啊，分段時間都係個快步速，23秒36、22秒31啊，末段22秒9總時間，1分08秒57總時間就快於標準時間4線。